国会这款修法法案今日生效，总统府行政院监察院、民进党团拢声称实现。民进党团早起就去到司法院声称实现，含暂时处分，而且有提出7大理由。不过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就批评这赖总统就亲像相拍架同款。国会通过这款法案，总统赖清德签署公告了后，2日正式有效。除了总统府甲监察院已经表态会申请实现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原来召开记者会，正式申请实现，搁前往司法院递上实现申请书。宪法已经失血了，宪法进入 ICU 加护病房，宪法即将装上了ECMO，我们要抢救宪法，所有的违宪乱政，所有的作为。因为已经侵犯到行政权，侵犯到司法权，侵犯到监察权。关键员工包括民进党团、行政院、总统府甲监察院做伙申请实现，是历史头一届，也希望是历史上最后一届。民进党发言人吴征伫中执会后转达。总统赖清德表示，对扩宽法案申请大法官解释，是伫宪政体制内解决宪政争议，在宪政体制内解决宪政争议。并不如在野党指称的是毁宪乱政或是反民主。我们反对国会扩权，不是反对国会改革。实宪案拿列空中对呛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嘛呼吁，执政党应该尊重复议案的投票结果，也表示会加强宣讲，让民众了解国民党改革的目标。总统本身就像一个斗鸡一样，要斗对岸，要斗立法院。要斗在野党，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大家能够安定，让大家社会能够和谐？行政院他提出司法救济，这个是与法不合，而且是违宪的。提出复议案被立法院否决之后，就应该要立即来实施，立即来遵守。这是大法官事先讲得非常清楚的。总统赖清德甲监察院已经陆续表态，要申请实现甲暂时处分。但是行政院什么时阵提出？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钦早起出席活动了后，敢简单表示，27个行政院会会处理。但是是不是认为相关的修法真歹进行，所以一定要提暂时处分？林明钦是讲，暂时处分是大法官的代志，我都知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